未来有可能会变做风台的蝴蝶，气象署表示，要等到后礼拜一过是较有可能会变做热带性的低气压。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非洲象尾带因为健康出问题，伫咧问过国际专家了后，最后是决定要甲伊安乐死。台中逢甲大学一个科学长毕业典礼是干成因为两个性病事件同时引起冤家，这个毕业典礼是临时互取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初7的暗新闻，我是卢尚如。今仔日头一条新闻哦，咱来看天气。拜六的天气又是真烧热，真侪所在轨道是拢有像雷公雨的情形。也若讲有可能会变做今年第一粒风台的蝴蝶。气象署表示，要等到后礼拜一过，较有机会进一步变做热带性的低气压。也毋过咧，这未来路线是还无法度确定。雨一粒就落来，佫落真大，强要看无头前的车。气象署提醒拜六，高温真热，各地拢要注意较大范围午后雷阵雨。另外，菲律宾东方海面上做扰动继续发展，不过甲前一天风速方向改变真大，甲气旋发展相对不利来比较，估计真侪风态速度可能会延后。低压系统正在发展当中哦，不过因为目前在这个地方的大气条件算是比较没有利于热带系统发展，加上整个南边的低压环流也是比较偏大的情况，所以系统当中都还是在整合的情况。气象署讲，后续嘛要注意，伫南海一带有扰动继续发展。也若拜三开始，台湾的天气会因为低气压接近，北部甲东半部地区先有局部短暂阵雨，雨势甲范围爱看到时热带系统的发展。像欧洲模式甲美国模式对着热带系统强度看法也是真无同。美国模式非常的靠近我们哈，尤其在我们的东北部跟北部地区，它的发展会非常快速哦，至少在中度台风以上。那欧洲模式目前看起来顶多就到轻度台风。不过，各种模式也拢有相关的看法。在环境洗流场的导引之下，热带系统未来往台湾东部外海通过机会上悬。照这路径，6月13到6月15期间，会有日本南边一路上北。气象专家提醒，若安排到日本的行程，要注意这个相关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针对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含5派一个罢免团体到台北市选委会送第2阶段的罢免连署书，也毋过罢免5派一个连署书数量是无够法定标准，提出这个罢免案是失败。也若罢免吴思瑶的团体领衔人张克志人无到现场，所以选委会是拒绝收连署书。罢免团体是强调，因会对法律层面来争取。伫雨中对镜头鞠躬行礼，而且目屎也干掉咧。罢免民进党立委5派一团体领衔人李浩亮，初7下晡到台北市选委会送第2阶段连署书19831份，不过因为比法定标准减少大约3000多分，选委会无清点，罢免案也宣告失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虽然我们这一次没有办法达标，但是我相信我们这边的联署书已经充分反映了中正万华的民众对这个执政党的愤怒与不满。这段时间因为我的关系，也给中正华的市民带来了一些打扰，我也感到很抱歉。那我希望可以赶快来恢复平静，那我们好好的为大家人民的福利来做事。另外一边，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团体伫送件期限初7这天，夜早27290份第2阶段连署书到台北市选委会送件，虽然超过法定标准26717份，不过因为领衔人张克勤无来，选委会拒绝收件。罢团搁再向张克勤发话，希望会使回心转意。因为相关法令的关系，必须由领衔人送件，所以我们必须等张克进先生回心转意。他们的一切作为我都尊重，民主不容造假。我谢谢北投士林的乡亲，陪着思瑶挺过这场恶霸的乱流。最后，张克勤无出现伫选委会，不过詹家文强调会寻求所有的法律途径，先采取诉外也是行政诉讼的方式，争取一切可能，达到最后送件目标。那罢免民进党立委团体继续2阶段的送件，罢免国民党团体也举办活动宣传理念。
所以罢免双北国民党立委团体斗阵伫府中游行，要继续拼第3阶段的投票。由大罢免第2阶段联署组已经有31个罢免国民党立委案完成送件。外界关心什么时阵会公布这个投票日期？中选会讲会伫20委员会议了后说明。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咱国国安局也指出，中国当地透过接触台湾的少年家来促进应对文化来认同中国。咱国有一个民间团体中华群兵会，就捌互人积极涉嫌招大学生参加统战团。即马因为伫咧限期内无改善因的会务问题，内政部是依法要求因改善。中国对台统战手法真多，风声连校园拢可能被渗透。中华群兵会进行被质疑涉嫌招收大学生参加统战团，是要伫台大等学校场地来招生，学校赶紧喊停。内政部出来公告，中华群兵会因为无伫限期之内改善会务问题，依法改善处分。我们是会务主管机关，所以我们看进去他的会务其实不正常，就限期到6月6号，那没有改善，那我们就依人民团体法58条规定来给予解散处分。内政部表示，中华群兵会无依法定期开理监事会甲会员大会，所以被改善。到结果进前，中华群兵会也无相关的回应，或者提醒两华交流。中国常常暗藏统战的意图，暗过民间团体无一定知影，建议政府应该协助强化相关单位辨别统战的能力。正规的所谓的交流的活动是基本上是应该鼓励，名为交流，但是实为统战的这种活动。内容方面有一些政治宣传，或者是对于台湾的一些相关的经过设计的这种所谓的交流课程的一个内容哦，那这个东西就形成对于这个台湾的影响。海基会也表示，最近有一寡台商或者是台商家属会问特定活动是不是属于统战的活动，显示个人对中国统战的行为愈来愈有意识。不过中国唔拿对台文攻武力也无停止，国防部一天就查到34架强机、8架强艦、1架光波船胶带，国军严被监控应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非洲长尾袋，1986年试回时阵入园，不过自今年2月健康出问题，然后这礼拜因为伊的体温加高，医疗团队是用抗生素甲治疗，但是对初六开始伊都站袂起来了。动物园问过国际专家意见了后，老本是决定甲安乐死。7号台北市立动物园非洲动物区非洲象顶村一只千灰孤单在食草，一直甲伊出日对的好姊妹仔美代，前一暗已经死亡。会再来到动物园的游客感觉有一点仔伤心。这一搬一次，它也会比较孤零。死亡的美代已经42岁，为2月开始就出现倒前脚不正常，一直到这个月3号有明显的怪行为。6号会知影美代更加出现脱水、体温偏悬的状况。在治疗过程当中，伊常常坐落来，倒前脚嘛无法度互伊重新站起来。经过向美国专家咨询，认为个治疗落去只是增加伊的痛苦。继续躺着这个状况是非常的具有负担的，所以我们最后在各方的讨论研判下，就决定说，我们在下午傍晚的时候就送他离开这样。肺部的话有局部的多发性的出血跟坏死。所以他的病况，初判的话是全身性感染所造成的。美代甲千辉拢是1986年入园，两者个性差真侪。大概美代若要甲千辉抢食物的时阵，千辉就会甲伊吓惊。即马做伙生活的时光已经消失啦。园方表示，千辉心情加减会受到影响。在群体动物像大象这么强烈连结这么强烈的物种身上，他们可能会逐渐的感受到有一些异常跟变化，那需要我们保育员多多陪伴。目前台北市立动物园顶存一只非洲象，有关未来是毋是阁要引进新的个体？园方表示，象需要真大的土地，嘛阁较悬的规家照护，嘛强调若讲无法度提供象非常好的动物福利的话，引进的需要非常斟酌的评估。公视新闻林静梅配合组台北报道。台湾是亚洲目前唯一无去围到3大地震的国家哦。前个月5月29，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就有颁证书予咱台湾。但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防疫的工作要继续拍拼维持。另外，最近猪仔介绍10公斤是起价超过100块，也毋过饲猪协会是表示哦，像饲料成本各项拢得起，伊嘛呼吁政府卖出手来压介绍。
市长有请。国内小小秀一关，农业部处长戴文丁将亲自去巴黎领的 DJ 会议国证书交予行政院长杜永泰手中。Team 台湾，我们做到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H 第5月29颁发这张证书，搁较予台湾加做亚洲唯一 DJ 非洲 DJ 口蹄疫3大致病会议国。下昼农业部选伫市立大馆屏东举办感恩活动，部长陈俊贵坦白讲，加做会议国并不是免疫国。我们是非疫国，而不是免疫国。不是说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认可以后我们就可以翘着腿不用做了。李龙对于目前生物安全的作为也是爱做好，市里协会是大声话。机场港口行李、邮包检查、边境监督也绝对袂当放零。行政院长杜永泰当场答应继续严守。面对5月下旬，国内猪价每公斤已经去超过100块大关，市里协会也请政府手势压关。100块是合理的价格尔，我希望咱的行政院物价督导小组唔通搁出手要甲救落来90几块。这安尼对阮是无公平。议长也挺台湾猪肉，看的是价值，不是价小。不是看价格，看它的价值，它绝对够得上，让国人用合理的价值来买上安全、可口、营养的猪肉。传统猪只会当讲是台湾100年大疫，以疫苗来对抗，也经过一家族的岁月。真无简单去除100年猪病，农政单位正欢喜的时阵，又唔敢疏忽。市里协会乐见台湾猪肉会当行向国际市场，要么饲料继续起，其他疾病的威胁，可见一直拢也伫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随之，台南有一个教关注民族语的老师，伫咧新营出车祸往生。有民但是指出，台南是真欠族语的老师，所以这个老师伊就一礼拜爱走13间学校去教课，那像是伫赶去上课的时阵出车祸的。市府表示，已经有请新营区南城国中来处理理赔和申请后续的相关经费。若落尾的课，嘛有请本土语文直播教学中心来到3工。为海华阿美语的历史甲文化，到学习拢土，这名资深原住民族语老师认真教学，已兼13间学校族语教学。初二伫上课途中出车祸，不幸死亡。要跨23校，最高的授课时数1个礼拜40节。你各位想想看，我这样来回奔波，这个风险算谁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师资的不足。台南目前30几位原民族语老师，民代发现有人相关记录跨23号教学，即期造成因来回走动、交通风险的关键，都是族语师资严重不足。在学校里面就是有课再去上课，所以他比较类似类似那种巡回的老师，所以他一定是会到各校去。也向教育部积极建议。希望放宽，让中高级认证的族语老师可以担任国小师资。目前教育部也采纳本次建议。市府表示，已经请新营区南新国中协助家属申请保险理赔等经费，也请本土语文直播教学中心协助，让学生的学习被中断，也积极争取师资。国家想要推这个教育，所以你设置这样的母语课程，可是其实没有配套去想他们这些人力的结构。第一个人不够，第二个你保障不够，人一定会继续不够，因为大家对这个职业是没有投入、跟设定、跟想象的。全国代理甲大考教师产业工会认为，教母语音乐等特殊专才老师受限伫单一学校经费，课数无度独立负担，并爱跨校教课，领重点费属于教学资源工作人员。无像正式教师有基本月级，重点费也无比正式教师悬，真歹有好的条件招聘。建议提悬重点费，也好有更较侪的福利保障，才会当留住人才。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先来看国际新闻，去麦加朝圣是全球穆斯林上界重要的节日。初六就是宰牲节，会带精神啊甲肉分享予散车人，嘛是亲友团圆的日子。也毋过，因为加沙战争是真侪人，加上美国有针对侪穆斯林的国家发布旅游禁令，这嘛导致真侪亲友无法度互相拜访，穆斯林的心情也是真沉重。
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民众聚集伫清真寺废墟的庄仔厝遐之间，虔诚祈祷度过宰牲节。因家己的家园，互以军扫过哈马斯的无情炮火摧毁，伫这个重要的节日，心情沉重。بيعدم وجود الأسرة لا في عيد ولا في أي مناسبة تمر علينا زي الأول يعني كل قطاع غزة ينزف دما يقطر دما والعالم يتفرج والعالم مبتهج 宰牲节是伊斯兰教的两个上重要的节日之一。标志一年一度未加条件的重要时刻，这里穆斯林的抬动物、分马类甲蚕食互散车人，更加重要是亲人团圆，去清真寺做礼拜，互相祝福。美国各地清真寺也组织做礼拜人，不过因为川普对几个穆斯林国家搁下旅游入境禁令，因过去邀请海外的亲戚朋友来共同度过宰牲节欢乐时刻，恐惊真歹个有啊。It's not good for us because our family are not able to come and visit us, and I hope to resolve this issue for all. And I pray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be fair and just with everybody who deserves to come. He should come because this country thrives by the diversities. 另外，像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面临经济无稳的压力，宰牲节消费高峰，却因为高物价买去救水，饲料等成本大起，互生烤肉类供应商的压力也真大，加减影响过节的气氛。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许多人因为喙齿歹、较恶补甲吞，即嘛造成健康的问题哦。伫咧新店有举办社区料理比赛，有设计适合许多人的料理，佮有找营养师来教民众安怎互许多人食较会得嘛较健康，希望来打造个人友善的料理。甲煮甲烂烂的刺瓜子，中放入去肉甲枸杞，边佮用花龙果，另外一边是用金瓜甲青香肉做菜。大家发挥创意，设计出适合时大食的料理。青香吧，落去做泥，然后把它甲伊重做一块，敢若鸡块安尼，就是小朋友麦当劳上爱食的迄种鸡块，嘿。然后阮内底佫有足营养的栗子南瓜、菜头佮淋，交迄个四季豆迄个青花菜，然后迄鸡肉内底咱有掺迄个坚果。那坚果我就甲剁甲幼脆质。营养师指出，时大因为岁数增长，喙齿咧部甲吞的方面拢会豆豆退化，那影响生活品质，也增加健康的风险。所以咧传时大食的时，爱选择好加好消化的物件。他的牙口不好，可能咀嚼能力功能比较差一点，所以导致可能比较硬的东西就会吃不下。所以如果在家自行制备食物的时候，可以透过3好1巧的方式，然后让食物软化，然后或者选择一些比较嫩的一些食物，然后让长辈比较好入口。像比如说每餐水果拳头大，所以其实就是长辈们一天一餐吃一个拳头的大小的水果，这样子就可以摄取足够的维生素跟膳食纤维。新北市卫生局指出，今年台湾已经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时大健康饮食的观念愈来愈受重视。透过比赛来设计适合时大食的料理，趣味甲实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一寡人哦，会为着家己的方便，伫咧顶仔骹骑机车。高雄左营都有一间店家，有一个人客哦去买物件，买线了后，要骑车走的时，伫顶仔骹累残，然后伊阁去告这个店家无做好防护，害伊受伤，要求偿200多万。最后法院是审理哦，认定这个人客伫咧顶仔骹骑机车违规在先，一审是判这个店家唔免赔，即马专案还阁通上诉。有人甲火锅吊伫乌托邦原顶，准备骑车离开，所以有可能角度无抓好，雷残摔伫店门口即块饮品店原顶。店员第一时间来协助护林送病医了后，伤着骨头半当无法做工课。这个是店家无做好防护措施，要求要赔偿200多万败诉。放这个红地毯就是给客人行走的，骑楼的机车都是我们员工自己停放的，而不是给客人骑上骑楼。护林本身有厝咧出租，认定即个受伤，互伊无法度带人去看厝，甲租厝的损失嘛纳入去求偿的费用。毋过法官认为护林伫咧顶仔骹骑乌托邦违规在先，一审认定业者无故意也是过失，毋免赔。
机动车本来就不能，连脚踏车都不能骑了。骑有地方摆就不应该是有骑，就是有车辆经过这样，要求这样可以是有点夸张。机车若已停放于骑楼或人行道，因熄火后以牵引方式移出至合法道路上，再启动骑乘。业者讲，夫人受伤的第一时间，因着通报救护车嘛，予伊相关的协助。想袂到半顿了后，伊来提告，感谢法官予因公道。警方嘛提醒，顶下卡虽然会当停乌托邦，毋过着爱用牵的，若无相关会当罚1800块。公司新闻王刘婷、柯正俊共报道。台湾的传统戏剧渐渐在稀微，不过这几年有不少戏班在拼转型。一寡来接班的少年家，应用家己的方式拍拼保留文化兼创新。稍等的7点半，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网要带大家做伙来看传统戏剧布心演。伫戏台顶播演歌戏的演员看起来拢少年，骹步唱路、口白唱曲，逐项拢爱学好，才有法度将这项传统艺术传落去。除了大咖的观众，一寡家族嘅戏班嘛开始经营社群开直播，对实体演出到线顶嘅活动，传统戏剧嘅接触方式愈来愈多元，嘛吸引有兴趣嘅学生囡仔来参与。我真是大学生，原本是想讲咧水水的，啊耍耍的尔，结果愈学愈有兴趣，所以就一直安尼学落去。那歌戏、布袋戏嘛面临传承的问题，亲像住伫婚礼的陈文铁，都当年投入校园的推广，培养观众，嘛甲家己的囡仔送去学唱剧、学八卦、拜师学艺。就是讲，你今仔日你若无逐项头尾拢捌甲头，你叫师傅来，你若考师傅袂到，你足歹带这师傅的，所以你必须爱甲家己本身的实力绑底挂在。你老爸讲，哎呦阿轩，我怎么看你演戏那么久，你都只有这样而已。然后可能就是因为阿姨迄句话，我感觉讲，我要对家己负责。要接班并不简单，家族甲戏班的少年辈理解这份责任，用心付出、学习甲承担，这是代代传承甲创新的必要规定。若要延续传统，除了新一代人才来接班，嘛需要国家政策长期的支持，安尼咱台湾的文化资产才有久长的未来。记者吴定谷、林建如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安怎？咱来看各地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5度至33度，中部地区25度至33度，南部地区25度至33度。东部地区26度至33度，关岛地区24度至30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